Hello，歡迎大家嚟到 Donut Tarot 10月份巨蟹座嘅感情占卜。如果你需要一個針對翻你個人同埋詳盡啲嘅占卜，可以透過左上角嘅聯絡方法同我預約做個占卜嘅。咁我而家就開始講下巨蟹座10月份嘅感情運勢會係點樣啦。咁有啲巨蟹座可能中意咗一個對象已經一段時間，又或者同一個對象曖昧咗一段時間，咁去到最近你終於鼓起勇氣向對方表白，咁因為你唔想再迴避，想得到一個清晰嘅答案啊。咁而我會覺得當你選擇主動嘅時候呢，好大機會結果都係會正面嘅。另外有啲單身嘅巨蟹座可能會好想快啲揾到一個新對象，但係千祈唔好心急，反而我會建議你趁而家單身，好好去到學識得同埋享受獨立。當你係可以好自在咁一個人生活呢，你自然就可以吸引到一個更加適合你嘅人啦。咁到最後，有啲巨蟹座依家身邊可能係有一個太陽、月亮上升或者金星星座係風象星座嘅對象。風象星座可以係水瓶座、天秤座或者雙子座。咁我見到你係對佢有好感，但係同時你都係有猶豫嘅，因為直覺話俾你聽，對呢段關係暫時唔好太盲目。因為你硬係覺得對方好似對你係唔坦白，有啲嘢係收收埋埋隱瞞咁。我會建議你要相信自己嘅直覺，會可能拉翻遠啲大家嘅距離，觀察對方多少少先，千祈唔好太急想推進呢段關係啊！巨蟹座嘅占卜就去到呢度啦，我哋下個月再見啦，拜拜。